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。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，确保他的安全，省得他赖我。峰峰，我觉得可以把老旧的东西换一下，顺便改一下装修风格，复兴宫廷菜。如果午饭套餐能够让上班族享受到宫廷般的待遇，一定会令人印象深刻。你脑子总算聪明一回，我觉得这个不错。不好意思，没忍住。有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不要跟不出力只张嘴的人一般见识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我只需要张张嘴就能搞定。看你们两个好像都很有想法的样子，不如比个赛吧。吃饭哪那么多废话？哎，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。难道黄先生没有自信啊？谁扮谁啊？来啊！我就是开玩笑的，你们俩别当真啊。不过呢，比赛也是可以的。如果老板赢了的话，之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吧。谁说他一定能赢？虽然说赌注不是很划算，但你也欠着太多了。只要冯峰答应，我都 OK。奉陪到底。妖女，你就给个机会让父皇将功赎罪吧。好啊，反正我又没损失。对不起。你累不累？啊，不累不累，还行。鳄鱼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不是你干嘛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擦擦。给他擦吧。我得先走了。这
饭还没吃完就走了。你说我儿子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怎么整这个？哎，黄辉，我觉得这家做的比较好。是吗？哎，这家你觉得怎么样？这家好像不适合咱们吧？你有太监太后。哎，快来快来，你看这个。你是英雄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，我如此平庸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气哎，这有什么可拍的？走啊！等会儿，我们拍完。走啊！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谢谢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认真工作的男人真的好帅啊！静静，你确定他真的是在工作吗？你放心吧，你爸一定可以一鸣惊人。耶！等一个人位于商业区，主要觅食的人群都是上班族。由于他们每天都会出来觅食，所以说食物的种类和性价比至关重要。为了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性，我和我爸设计了一些新的菜式，你们看一下。哇，哎，还有图画呢！福生，你赶快去学一学。哦，好。不仅仅是增加了新的菜式，我建议再给每位消费满100元的顾客派发积分卡，收集5张积分卡就可以兑换优惠券。小小的甜头可以招来更多顾客。粉色的，能多给我几张吗？这是我的大学，其实离咱们这儿特别近，但是由于道路施工，阻断了学生过来吃饭。现在道路施工即将结束，我们应该抓紧时间，把握好这些客人。我已经在学校派发传单，大力宣传我们的店，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过来。再加上微博上的宣传，这2天应该很快就会有效果。黄辉，谢谢你做的一切。我这都不是为了比赛，都是为了你。相信我。你干嘛？你讨厌！坐上。走。走。
老大，上次就是这个人坏我们的好事儿，赶到老子财路。哟，小妞长得还不赖嘛！来，兄弟们上！哎呦！带走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。 不是我，色狼！真的不是，啊，不是，这真的不是我。听说死亡威那边都开始宣传了，还想了一大堆花招，招来了一大批顾客。啊，老板这边也太淡定了吧？哎，我说你不对大哥一直有信心吗？怎么现在没有了呢？我有啊，只是看这淡定的也太让人心慌了嘛。我知道，虽然他们那个店的点子是很俗气，但确实已经有点效果了呀。而且我也知道，老板想到的点子一定是最完美的。可是我们在时间上已经输了呀。那轻易能够让人想到的点子，大哥不屑于去想，那会拉低我们的档次，拉低我们的 feel， 不是level。你要相信，一个伟大的点子即将诞生。真的？你知道？不知道。但是，我100%的相信大哥。还是当小孩好呀，吃的没心没肺，还不怕长胖。快！别摸！上！呀！上！你去！快点！打！赢了！我死定了！一会儿你去开门，跟他说我不在。来啦！嗨，你是谁呀你？是我呀。哦，冒牌母后啊！来，这个送给你，喜欢吗？他不在，他不在。他不在。明明是你爸爸叫我过来的呀。哦，你找父皇啊！来，起居，来。来，请，来，请。哎，你三叔比吹牛宝宝。谁相信我基本上是随叫随到啊？你今天不怕被人认出来啊？这里可是有你疑似三角恋的老公和私生子。切，这真要是被认出来了，我也没办法了。都说了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对吧？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今天找你来确实有点事儿。哇塞，我最近要不要这么火？黄欢刚给我助理打完电话，说让我帮忙，你又要找我？哦，那小子。他说让我帮冯峰的餐厅增加点人气，但被我拒绝了。我毕竟有自己的餐厅和食品的代言，所以不太方便。那小子果然是单线思维。那你找我又想干嘛？先喝点。卖关子。喂。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你干嘛呀？偷听啊？
谁都听了，正大光明的。切！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以前芬妮跟老板，有过一段。谁瞎说的？人家那是入戏太深，不代表什么。真的？那他们还有没有可能啊？你这嘴里能不能坐着的那个女人，我的？别说我来过。好吧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其实你可以卖冯峰一个人情，帮黄辉一把吗？你确定冯峰想看黄辉赢，不想看你赢？不是吗？是吗？行啦，走啦。哦，对了，麻烦你告诉叶波先生，有本事就让他躲一辈子。拜。拜。对 ，Hello。哇，这身材，这气质，也太好了吧！都准备好了，开始行动。开始行动。分娘一慢走，分娘一慢走。哎，小朋友这么可爱懂事啊！好了，小朋友呢，不要像某些人一样去做缩头乌龟，一个电话打2个。改天来我家玩，可以带上冯峰和你爸。真的？好啊好啊，我开始啊有点喜欢你了呢。我也喜欢你呀。走了。三叔，你没事吧？三叔，没事，我想救你了。老板，我想了很多方案，也查了很多小店成功的秘诀，你看一下吧。这是给我的。我真的不想你输给死黄辉。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输啊？对我就那么没有信心呢？有信心。一波，明早我去打篮球，一起啊。你怎么包成这样啊？大哥呀！我真的很想他，我真的很想见到他。我知道了，都交给我好了，只要你听我的。我听你的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这辈子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大哥。两位客官，里面请。好。这边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这边。这里来，您看看菜单。看一下菜单啊。服务员，先帮我推一下吧。啊，到现在还没事。马上啊，马上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好的，谢谢。看来我这应该多请几个人帮忙了。那是，我们发财了，老板。这几天辛苦你了，我的大福星。姐姐，你说太上皇那边怎么没动静啊？不
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吧。服务员，菜好了没有？来了。没意思，这样赢得毫无悬念。哎，我们可以自己和自己比啊，现在还没有做满，还有余地。福生，你好了吗？福生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慢啊？前面好多个客人都等着呢。哎，你昨天晚上没睡觉啊？你不要搞苦肉计啊！想要偷懒不干活。不能说，不能说，我不说。什么不能说啊？柳儿，哎，来了，懒得理你。来了，我不说。谢谢光临。再见。再见。峰峰，你到底在期待什么呢？或许曾经的李欢是说到做到，但现在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。看来等一个人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哎呀，老大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元宵说你不回来，他就不睡觉。哼，交给我好了。哦。是谁闹着不睡觉啊？大男人怎么能跟小女人一样粘人呢？嘿嘿嘿嘿，这不是要粘着你，这是要质问你。你怎么可以输给那白脸书生呢？嗯。